天主教神學小問答161，小德蘭福傳之友曾慶道神父問：要捨棄一切跟隨耶穌，那我不要藥不要喝了啦。答：耶穌自己傳教時也要吃要喝，甚至依賴一些熱心婦女的物質資助。他看到跟了他幾天的群眾肚子餓了，還顯了5餅2魚的奇，所以當他越要捨棄一切來跟隨的時候，他不是要我們不要每天努力工作，以維持自己或家人的生計。應該知道跟隨耶穌不是要讓我們走進死胡同，而是讓我們得到真幸福的唯一途徑。越接近耶穌，我們越幸福滿足，物質上和精神上都如此。所以捨棄一切來跟隨耶穌的意思，就很明顯的是捨棄一切阻礙我們追隨耶穌的事物，就是捨棄一切阻礙我們得到真正幸福的事物。舉例來說，每天需要的飲食不會阻礙我們得到真幸福，但過分無節制的貪圖飲食肯定會讓我們肚子痛。要捨棄的是那過分的飲食。聖依納爵關於平心的教導說：人生在世，跟隨耶穌得永生是唯一絕不能平心的，一定要這樣做。而用不用世上的事物要平心，世上的事物是天主要我們好好利用去走跟隨耶穌的路的，甚至金錢、權力、名譽、地位都可以是幫助或者阻礙我們追隨耶穌得到天堂真幸福。因此分辨後，如果是幫助，我們應該盡力用之；分辨後，如果是阻礙，我們應該趕快棄之。